介紹翻呢個 ANET 嘅 Relay Contact Module， 行 network 嘅 contact module。咁佢而家呢個低 model 咧係兩組 relay 嘅，兩組 relay B01 同02。咁呢一件咧就係個 4G 機嚟，咁啊顧名思義啦，可以插呢個 4G SIM 卡。咁佢可以 redundant network 嘅，即係意思即係話，譬如驚一張 SIM 卡有問題嘅時候咧，可以插多張，咁啊互補翻嗰個危機個風險。當佢其中一張卡冇信號嘅時候咧，嗰另外一張卡就補上。咁啊當然建議係唔同台啦，咁就解決咗嗰個中斷網絡中斷嘅問題。咁而家佢嘅就有4組5個 port 嘅 built in 咗5個 port 嘅 switch 入邊。咁同埋 power 方面咧都係 redundant 嘅，即係可以互補性一樣。呢一隻火牛如果壞咗嘅時候咧，咁呢邊都可以做一個 redundant 嘅互補嘅，咁就全部風險都降到最低個 relay 操作。咁啊操作方面咧，其實就顧名思義啦，佢一個遙距行 network 嘅網絡嘅 relay module 啦。咁我喺呢邊一撳咧，B 呢一邊 short 佢，而家撳掣啦 ，short 佢，即係撳掣啦。撳嘅時候就唔係呢度跳嘅，係聽到喺個 A 端呢一邊嗰邊咧就會跳 relay 嘅。而家 B 嗰邊撳咧 ，A 嗰邊就 short relay。咁一放咧呢邊會放。咁啊兩組啦，呢個踢第二組，一樣操作。咁而呢一邊咧，我喺呢一邊踢咧，就喺遙距呢一邊咧就會索一樣操作。咁兩邊都係行一個 4G SIM 嘅 network 嘅 module 嚟嘅。咁意思即係話，譬如我喺銅鑼灣撳個掣，荃灣呢邊因為經網絡 4G 咁就收到網絡 network 嘅時候咧，佢呢邊都會跳啦。咁譬如再遠啲，我喺香港呢邊喺日本咁先算啦。咁其實連我喺香港呢邊撳咧，咁日本呢邊都會跳啦。理論上咁因為 network 嚟㗎嘛。咁就講得實際啲啦。咁就譬如一個大屋苑有5-6座樓，一個管理處嘅時候，咁就唔需要放線啦。咁如果有啲 alarm panel 啊，或者有啲緊急掣啊，要管理處要知嘅時候，咁喺座頭裝咗呢套機，駁咗個 relay module， 一撳緊急掣嘅時候咧，管理處都會收到信號啦，就做一個支援。咁實際一個環境嘅應用，咁譬如 lift 啊或者其他地方應用場所咧都可以啦，唔需要再放任何線去處理啦已經。